吗？啊，快往哪边？前面，往哪个吧？我也要有那个，往那个上面嘛，我都到哪了？有一个夹子。
至少是统一穿的，不是年纪问题。他们蓝队都几个人少嘛。结果来了，7点钟，8点钟来的比较早，今天。我把这个设置一下，这个好像。
我穿那个颜色的衣服，我没认出来，我以为是小罗回来了，你看不是。妮妮和梅朵还没来吗？妮妮在装修房子，几天都没来了。我说她怎么消失了几天呢？哎，周马初今天晚上也不来，今天晚上加班到10点钟，明天晚上8点半就给他送，明天晚上9点钟他也要加班。哎，17来了，梅朵回信息了，昨天前天就说要来。可以这么说。因为今天佳木穿的颜色衣服一样，我都认错了，我以为是小罗回来了，应该不是。
忙来过来不？忙来过来不？反正就不用票了，这旁边少了。星期三人多一点，是吧？星期三人多一些。效果不咋好呀，比较模糊。啊，你不要开那个超清嘛？超清开蓝光开了呀。对。蓝光已经开了。开到最高了吗？开到最高了。哦。那应该。那个手机。有的那个苹果手机跟它一样的就比这个轻质。对。这个说不定，应该有可能是你手机当前网络的问题，都有可能。这有信号好的话，它就直接就切换到高清了。哦，真的？对啊。也有信号的问题啊。这肯定信号的问题。等一下，我从这边绕过去。马甲，6个马甲，这个一定要看，一点像走马猪，但是不是？
的时候人找不到，一般还没遇到那种。永正今天换了衣服嘛，换了身。
品，就这意思造价。你看3天都杀一杀就3个月。买房子就趁机打广告。买房子的就是打广告的呗。打广告的相对的视频你都给他展示。对，这也比较聪明啊。举广告，在里面打广告，卖房子的，看到不？这几天没怎么拍用真的，让他自己给我发一些上。这个是10个边角乐园，14才有几个月又要淘汰了，又这个卖掉它，不卖，14留着，1300左右，还15。搞完了，我车我的时间值都搞完了。谁的电话？等一下，1398061。不用，忙不过来。他又打电话来了，送花的。喂，你好，我那个手机在直播就不能接电话，你打那个电话嘛？我看了你了，你是不是放在一起的嘛？你只是在外面，我看了你了，你是不是在那个3个花垛的一起的？你先送给9种送一次吧。不用，谢谢，太送花了。不用，我没有时间。你先来送一个嘛，然后过个10分钟左右送一个嘛，然后再过10分钟嘛，好吧？可以，好的，进来嘛。不知道送谁啊？送17还是送
邻里还是那个雷斗，这儿在对面。他买了好多冰淇淋，看吧，真不用，谢谢，不用。你拿了吗？我帮你拿了吗？谁也不用给了，哈哈哈，这个人不要给了，全是冰淇淋，不要给，这可以给小李。啊，这个是零零的，零的。这个在后面，跟我来嘛。这个穿衣服的，你的这个。给10分钟就来嘛。啊，对，好。冰淇淋你吃了？都在吃冰淇淋，你吃不吃那个冰淇淋？谢谢。新加坡网友送的，苏先生送的。这样一下送3个，忙不过来。徐峥跳的跟他们女生不一样，太放得很开。没有女，刚刚那个女生叫陆雨林，还有雷朵小孩，还有张艺曲真，他们3个在一起，经常在一起。张艺曲真明年28号回来，29号晚上回来。现在在甘孜县，他没有飞老家玉树、青海那边没飞去。谢谢，好嘞，吃吧。无忌，哦，吃冰淇淋。无忌不去叫了。对，那就好玩。哦，把他翁木没来。
啊，出租回报率比那个还高一些。应该还有40-50套都，反正应该几百上千套吧。但我们不是那种，反正我们是度假区、度假村那种，价格比较便宜，不像我们现在住的那个4-5万一平米，我们那边卖的都是只有4-5千块钱一平米的，度假的。冰淇淋干嘛按料的法，好像是谁买的？买了40个嘛，就是，呵呵，他不吃一点了。一个美国的陈翔，一个是新加坡的苏先生。苏拉来了，我觉得武家默穿那个衣服有点奇怪的感觉。没有了，17他们。这边就正常应该2万多吧，3环以内看地段，西门比较贵，南门西门比较贵。南门现在房价最贵的还是在市中心和南门。崔西路那边步行街那边在4万多。这边2环旁边在2万1、2，3环旁边在1万7、2万多，在西门旁边3万多，1万7到3万多。像成都房价在全国不贵，涨也涨得不高，降也降得不少，涨得挣不了多少。全国这么房价在降嘛，但是成都的房价一直还很稳，都没有跌什么。
好，再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啊，这个绿色衣服那个，这个吧，就是绿色那不中间那个啊，这个最前面，这个吧，这位，这位。这是不客气。有零食那些，里面全是零食那些。梅朵明天就离开成都了，明天他回老家，因为他们自己有酒店嘛，他就去帮忙。幸好就问了，不然明天送的话，只有一个人在成都，只有那个玲玲在成都。扎西去的时候是9号回来，可能他是送他们3个人，暂时送2位。才跳了过招舞，然后开区也是，开出去，他的那个位置，他这边，他过来看一下，研究一下，后面就慢慢跳。现在暂时没有，因为苏拉没有固定在这边位置，他过来没多久，没加团队，这个都不重要，主要是过来的次数比较少。看我扎西拉姆都是有时间偶尔过来，但这段时间苏拉过来就去。
接着，我接不得吗？我接不得。网面而已，不是什么工作，每个角色都可以取，都可以取这个名字。咱们下来走吧，下来吧，玩那个久了，玩了1个多小时了。这个音乐那个干活。好，跟过来嘛。看一下。这边。英文的哈。对，你跟我走吧。前面那个穿便衣服的，那个女孩子。是美国网友，就是纯享送的。他要跳舞。今天送了3个，我任务完成。明天送那个，明天星期3嘛，星期3送走马猪，这面是谁？他把那个东西拿走了，他把东西拿过去了，飞过去，拿个5斤去玩去了，是那个应该是玲玲还是那个的？他们应该看到里面有透明的。那个包装里面有透明，有些是巧克力啊、糖果啊，一般都是买的那种贵一点的那种巧克力好一点。他们也像王庆他们以前教的都是用藏语嘛，有时听不懂，但他们一直在笑。完全不可能。啊不，有点乖哟。老板，保了1个多小时了，下不下来？下来吧。地面上休息一下，抱了1个小时了。他的肚子上全是水，汗水。对，
是瑶瑶，她老妈是藏族的，她老爸是汉族。哎，这都不重要吧？就像茶壶口喝。拍一起的，这前天拍的还没传完呢，太多了。哎，多少钱？算是在吴城街，这面是杨尼朗姆、真事他们的地盘，格桑花选址，他们用的那个地。
地方就叫九龙大蒜。谁啊？没有，小王没来，看不下去。来，地嘛，朝地嘛。跳吗？看下去跳吗？我不跳。最选这个，他在宣武宫那边最早在宣武那边练。要报吗？要报号好不好？要报啊！等一下，我叫脚。太想吃了，来来来。还要报。还有什么样的你？
老夫没来，你又没来。故乡高原，故乡高原，中巴罗布鲁。刚刚就卡了，要放吉祥祝福吧？对。看看有没有卫生纸。这不是有老师啊？这不是他老师？他挑那个新的吉祥祝福。今天好多花，多花。哦，西藏国歌跳起来，这个在6分30秒。全脸上都是水，我脸上全是汗水。西藏国歌跳起来，这个有点长，还可以，节奏很快，有点老这个歌。6分30秒吧，6分32。应该还有2首歌曲，这个放了之后还有1首，应该是吉祥祝福吧。他现在每天都要跳那个。跳一跳的，要跳。这个秋季，他们3个跳哈，这个男队跳最好的，昨天都拍了。站远一点，这个4个人是多一点。现在云峰也用闪光灯，那个补光灯那些。咋回事？不会是？有短信来了，有信息，发微信的也是。这个电话我不能挂。直接挂了嘛？刚刚调了就卡去了。
服装里面哪个最难？昨天晚上跳2次。吉祥祝福。拉布娃其实跳得很好，动作看起来很舒服。还有那个张小璐，张小璐在直播吧，在直播。拉布娃他不会加入啊，他不会，他说他本来就不会加入，对，因为他成都不知道待多久。他那个有点那个，熬太久了。吉祥祝福吗？这个吉祥祝福。最后一个，对小扎
西，或者叫小扎西。哎，咋回事？来，凡凡下来吧，抱你。这样抱好一点。啊？我这个7万5啊，成都赛马。王青。3次马拉松。要出来了。还有一圈吧。感谢家人们，咱们再往上走一走。真正要上了。兄弟，你慢点，你慢点。这是转圈圈。他要好耍。有一天他不放了，还跟我下沉了，喊都喊不到，太吵了，他就进去，我们4个人给追狗狗。有4个人追你。这家伙又想什么？哦，9点半了。啊？我今天灯也关得太快了吧？哦。还留了1个灯。我们都在排花排17。数字是个4，那个7是。我家有那个投影都有噻。对。我们这个昨天晚上我们家人必须拿出来。一会儿，啊，今天那个鸡蛋可以关注抖音17。刚刚到，我就调了一个7码5。哦。然后我主要是拿点过来。下次来的时候可以送。我那边就。送重庆的没意思。啊。哎，那地方是我是给照个。
南充跑起来，南充跑起来。排球队，排球队。抖一看抖，看抖一。那个去，对啊，我说他们3个人，哪3个17玲玲和那个美朵，玲玲、穆雨玲和那个朵儿，我也是那个美朵。本来还有一个没有回来，卓玛初本来还有他，明天送卓玛初。卓玛初今天加班加到10点钟，他今天上去加10点钟，卓玛初。啊，他们要开会啊，加班那些。他在吗？哎，在直播。不是，我说我不知道。那个，这上面不知道哦，在线还有300-400人呢，不知道哎。有可能在，一直在，他一般都要给。镜头里面说的。他应该知道，应该在看，对，这个纯祥的，对，对，对，我加了那个叫纯祥。那个人我记得他的名字。把那个加亮一点。昨天也没看。哦，你这个照相机好看。Nice。是不是那个车型的那个牌的？不是，对，卖的巧克力那些，巧克力糖果还有口香糖啊，苹果那些。我看他们2个。他们2个，没事，不客气。我金宝贝，你的我金宝贝。你的话被别人偷了。你们还跳吗？你们在这跳吗？在商场跳吗？他们说你的车贴罚单了。啊？贴就贴嘛。真的吗？不是不管吗？你说？没事，不管他。啊？他那边最多150块钱嘛。啊？哪个？哪个？我上次就是上一周我车停到那里，他都给我贴了一张。啊。你交没嘛？他这个。贴了吗？上面有啊，有信息啊。有啊。交管123都上面都有信息。哦，那你不管他。150块钱的。对。第一次。没事。好多次了吧？哎，要去真的那种。你真的送外卖嘛？哦，那影响，哦，那影响他们要拍视频。这永贞也是个圆环。影响的方向你在哪边呢？贴的罚单150。第一次贴。李湘。走吧。手打花了。3个老师。哎，今天没给我加灯吗？这罚单贴了。没事，不管他，贴就贴了吧，不管他，就150块钱嘛。只要不扣分啊，扣分也不存在，我分很多，满的。他有没有发信息啊？一般要发信息10分钟之内实力嘛，10分钟左右没发信息。哦，有可能我这个手机在直播，我没收到。他一般要通知10分钟左右你要开走，然后你不开走的话，再等一下就跟贴单子。OK，这个相机拍到这个位置。